嗱，第三個危機咧就係我哋睇即係蘇聯、東歐、中國睇到嘅一個問題咧，就係一個人才嘅問題，人才嘅危機。其實不論喺中國即係我哋話知識分子好少啦嚇，相對嚟講即係文盲好多，咁即係讀過書嘅人好少。但係其實咧讀過書嘅人咧嚇，特別係嗰啲所謂高級知識分子啊嚇，即係譬如啲大科學家啊，或者係大嘅哲學家啊、社會理論家啊咁樣，即係第一流嗰啲咧，其實你唔需要多嘅，你有幾個咧可以好犀利嘅啊！即係中國有一個錢學森咁，可能就已經火箭上天啦啊！你有一個第一流嘅就好過你有1萬個第二流嘅科學家，好簡單。嗱，中國有冇第一流咧？有。蘇聯咧有冇第一流咧？更加多。東歐更加多。但係你會發覺咧就好奇怪喎，就話呢啲咁嘅國家咧就係啲經濟硬係上唔到去喎。就算科學技術發展咧嚇，都係比人哋慢，或者咧就係話佢可能就係集中喺某一方面，火箭上到天啦嚇，衛星上到天啦，但係嗰個廁所搞唔掂嘅嚇。即係嗰個廁所裏邊嗰啲抽水馬桶搞唔掂嘅嚇，或者個花灑咧唔掂嘅嚇。嗱，呢啲咧唔係淨係中國發生嘅問題嚇，係蘇聯、東歐所有社會發生嘅問題。嗱，呢一度咧就係令我哋即係諗起呢一個人才嘅問題，呢個好可悲嘅，就係以前呢一個早若干年前嚇，柏楊喺嗰個監獄裏邊寫咗一本書叫《中國人史綱》，佢講過一句説話，呢句説話咧，我覺得好啱嘅，就係話每當嗰啲統治者覺得係冇人才嘅時候咧，恰恰就係民間人才最多嘅時候。統治者覺得冇人才，因為佢淨係睇到佢自己身邊嗰啲人嘛，個個都係庸才啊嘛咁啊有即係統治者庸才當道嘅時候咧就係覺得就係奇怪啊，點解呢個社會冇人才？但係其實係民間人才最多嘅時候。嗱，睇翻今日中國社會、蘇聯社會咧，你依然發覺有同樣嘅情況底下，同樣嘅情況出現，就係今日嗰個選拔人才嗰個方式咧，其實係一個好封建嘅、好有問題嘅一個選拔人才嘅方式。嗱，中共咧係好強調就係接班人呢一樣嘢，好強調就係話要喺群眾裏邊咧吸收一啲先進嘅分子，成為領導嘅幹部。嗱，咁佢好強調咧，就係話喺各個群眾組織裏邊咧，係去揾一啲所謂先進嘅分子，吸納啲幹部喎。但係咧，就係話佢呢一種嘅吸納方法咧，其實係一種好封建嘅方法嚇。以前講過，胡耀邦講過話，我哋要有第二梯隊、第三梯隊啊嘛。佢又講過話要伯樂上馬，希望嗰啲上面嗰啲領導人咧即係能夠即係有眼光同埋願意係提拔人才咁樣。嗱，但係咧，你會發覺咧，就係話如果你係咁樣提拔法咧，上親去嗰啲人咧，全部都係 yes man， 全部都係 yes man。點解咧？因為好簡單啫嘛，就係話你即係你要去揾人才嘅時候，咁你真係周圍去打聽啦嚇。咁咧底下總係有一啲人咧，就係點咧？總係有啲人咧，就係即係其實即係咁樣做，即係咁樣嘅選拔人才方法咧，係助長咗迎合風氣嘅發展啊！因為咧，佢如果想向上爬嘅時候咧，佢一定喺你面前咧係表現得好好嘅啊！佢咧又懂得去包裝自己嘅啊！你睇中國嗰啲各級嘅領導人咧，最識嘅一樣嘢咧就係能言善辯。佢好懂得用馬列主義啊，用意識形態啊呢啲咁嘅嘢咧去包裝自己啊！你叫佢做一個報告，講佢一間工廠做得幾多好嘅話咧佢可以做得好好嘅個報告，可以連續3個鐘頭咧講嘢好動聽啲數字啊樣嘢即係做得好齊備用嘅術語咧係嗰啲上級領導人最中意嘅啲術語。嗱，呢啲咁嘅即係選拔人才嘅方式咧，其實就係助長咗即係嗰啲 yes man 嗰啲庸才向上爬。但係咧就係我諗咧就係嗰啲有獨立思考、有能力有講究原則同埋講正直嗰啲人咧，我諗佢係永遠上唔到去，佢永遠上唔到去。嗱，咁所以咧就係而家嘅嗰個即係選拔人才嘅方式咧，其實首先佢重視嘅並非係即係佢成日講話咩德才兼備啊咁樣得，我諗佢意思就係講紅啦即係講你係咪為人民服務啊，係咪願意即係為國家社會服務啊呢啲咁嘅嘢。才就係講你嘅專長啦。但係其實咧，你會發覺中國選拔人才嘅方式咧，就係話德才都唔尊重，唔會重視嘅。佢重視嘅就係點咧？就係話重視嘅就係話你對佢嘅嗰個 loyalty 就係話下邊嗰啲人對上邊嘅嗰個 loyalty 聽話識得氹掂個領導，
嗰啲人咧，好多時候咧就上咗去啊。表面咧佢會話啊，我係為人民服務，但係實際上咧佢最懂得做嘅嘢咧係吹牛拍馬。而佢上咗去之後咧，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你係庸才咁算啦，咁樣上到去之後你好好地幹啦，唔係喎，上到去之後咧，所有幹部都係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啊。佢就係盲目跟隨呢個黨嘅路線。黨今日話今日話咁樣嚇，鎮壓反革命係啱嘅，咁佢又話啱嚇。聽日平反啊，咁樣佢又話應該平反啊咁。喺咁嘅庸才當道底下咧，就係對嗰啲最高級嘅統治者嚟講咧，當然咧佢哋係覺得好安穩啊，因為冇人會挑戰佢哋啊。但係實際上咧，呢啲庸才越嚟越多嘅話咧，佢係腐蝕成個體制，腐蝕成個嗰個領導嘅體制，而令到咧就係話成個黨咧係失去佢應該有嘅生機啊。本來任何一個機構都應該係不斷地去揾一啲新血，不斷地揾一啲人呢係能夠咧就係提出一啲新嘅見解，能夠咧係向上級係提出一啲唔同嘅意見嘅。但係呢啲咁嘅人呢，喺中國社會裏邊呢係從來唔會受到重視，甚至係被壓抑，甚至係被排擠嘅。嗱，咁所以咧就係今日嘅出一個好大問題，就係一個人才嘅危機。呢個唔係社會上面冇人才，而係話呢啲人才咧佢揾唔到一個適當嘅位置，佢唔能夠為改進嗰個黨，或者係改進黨嘅工作，或者為嗰個國家咧係付出即係更加大嘅力。唔係佢唔願意付出，而係話成個體制本身咧係局限佢哋嘅發展。嗱，第四樣嘢咧就係一個第四個大嘅危機咧，就係牽涉到嗰個工作牽涉到工作啊，就係即係嗰個 decision making， 就係話嗰個政策制定嘅危機，或者係嗰啲即係中央領導人、中央計劃佢要做工作嘅時候佢要處理好多問題，佢其實係遇到一個好大嘅危機。嗱，第一個危機，即係呢個危機裏面嘅第一個部分，我哋頭先講咗，就係嗰啲好多領導人呢，其實係庸碌無能嘅。嗱，但係另一方面呢，就係我哋發覺有好多其他嘅問題係令到中國政府各級嘅政府呢，都唔能夠有效地去制定一啲政策，或者有效地去執行佢哋嘅政策。嗱，第一樣嘢咧就係牽涉到一個資訊嘅問題 ，information 嘅問題。嗱，information 呢個問題咧就即係我諗大家最近都比較清楚啊，就係其實而家大陸經常做緊嘅嘢咧，就係愚民政策嘅即係大陸不嬲做嘅嘢就係愚民政策。咁而家咧可以講話愚民政策發展到最高峰。愚民政策發展到最高峰咧，就係 misinformation 或者 disinformation 咩叫 misinformation？ 咩叫 disinformation 咧？就係佢假造真相明明嗰樣嘢係真嘅，佢話假嘅然後跟住咧佢自己假造一個真相出嚟。嗱，呢一個咧係欺人咧不得已即係佢呃晒全中國嘅人民，呢個不得已啊。但係最弊嘅地方咧就係話個黨自己咧都要逼自己逼自己嘅黨員咧係去信呢啲假話即係唔止欺人，仲要自欺添唔止欺人，仲要自欺。嗱，喺而家呢一個現代社會，我哋好講究即係資訊資訊發達我哋要收到好多 information 我哋嘗試去分析佢比較佢咁我哋先可以得到一個好啲嘅決策。喺中國嚟講咧，唔止冇進步，而家直情係一個倒退去假造真相，令到真正嘅 information 係得唔到流傳，令到假嘅 information 咧係盡量咁樣去發展去流傳唔止呃人哋，仲要呃自己。自己呢啲咧，我諗過去我諗大家成日都可以聽到大躍進就最多就係自己嘅明明嗰啲嘢咧，就係話用一個好即係稍為諗一諗咧，你知道嗰啲係一啲假嘅一啲説話譬如話某產數萬斤根本冇可能嘅。但係喺當時嚟講咧，就係話連毛澤東自己都信以為真嘅嗱，呢啲咁樣嘅情況咧即係呃人呢個咧就係愚民政策所有統治者都會做嘅即係壞統治者都會做。但係呃埋自己呢一個咧就係有乜好處我唔明嘅真係有乜好處對自己冇好處喎。你個黨你喺度咧就話你都希望做幾出好戲俾人哋睇下，但係咧就話你呃自己嘅時候咧你 information 都唔夠嘅時候，你點可能做出一啲好嘢出嚟咧？係嘛？喺我哋睇翻即係波蘭睇翻蘇聯嘅歷史，好多呢啲咁嘅古仔嘅即係我哋今日咧喺呢一度咧就唔詳細講，好多呢啲咁嘅古仔嘅。譬如話喺波蘭舉一個好簡單例，波蘭為咗即係有一個煤礦，佢為咗即係説明就係話我哋生產咗幾多煤礦因為佢哋一定要每年就係嗰個生產量要比舊年多啊嘛。咁咧就係佢中國就直情係即係亂晒大龍啦，直情係填個數字咁就得啦理死人啦。但係喺波蘭咧，
即係啲人都比較，即係西方人都比較重視，即係都乖啲，但係佢都呃人，但係佢都乖啲，即係比較重視理性。佢又做點咧？佢又買架機器翻嚟，嗰架機器咧就係將嗰啲煤咧同埋嗰啲石啊、嗰啲沙啊溝埋一齊咁樣，咁咧溝到似樣嘅啊。咁咧就即係咁就連埋嗰啲煤、連埋嗰啲沙啊、石啊咁樣一齊去稱，咁一稱咪重咗咯。但係實際上裏邊嘅煤咧只係佔一個小部分。嗱，佢會做呢啲嘢嘅，佢會買個咁嘅機器翻嚟嚇，嘥啲錢，然後咧溝埋佢，然後咧跟住講俾人聽嗱，我哋生產幾多煤啊咁樣。嗱，呢啲咁嘅笑話咧，即係如果你睇即係蘇聯波蘭嗰啲，你可能要揾啦。但係中國咧呢一類嘅笑話好多，即係自欺欺人嘅笑話多的是。你睇文匯報裏邊嗰版咧好多嘅。嗱，另外一個就係牽涉到嗰個即係一個關於政策制定或者執行嘅危機咧，就係咩咧？就係話永遠佢哋唔懂得，即係每一個年代，共產黨都話我哋係正確嘅嚇。今日嘅江澤民又講啦，我哋係光明啊、偉大啊、正確嘅共產黨啊。嗱，永遠正確咧就係點咧？就令到自己唔虛心，唔虛心咧就令到自己咧就係唔可能從過往嘅錯誤當中咧係得到教訓啊。每一段時間嘅每一個行動咧，對共產黨嚟講咧都係正確嘅啊。頭先我講過啦，但係我哋發覺咧，從歷史上嚟睇咧，都係錯誤嘅啊。嗱，喺咁嘅情況底下，咁樣嘅黨咧，仲點會有前途啊？冇可能有前途啊！嗱，咁所以咧就最大嘅問題就喺呢一度啦，就係話佢哋要講改革，但係咧就係話恰恰咧就係其實即係阻礙改革嘅就係佢哋自己嘅嗰種即係嗰種做事嘅方式，自己嘅所作所為，恰恰咧就係話阻礙自己改革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方面。嗱，最後咧，我想睇一睇咧，就係即係講完頭先嗰4個大嘅危機之後咧，我想睇一睇咧，就係話當前暫時咧就係唔講中國，當前咧就係話喺西歐同埋喺東歐嗰幾個共產黨佢哋嘅表現。嗱，西歐咧喺70年代中期咧就出現一個所謂歐洲共產主義 Euro Communism 呢一個咁嘅講法，其實就係當時3個大嘅西歐共產黨。就係法國、意大利同埋西班牙共產黨，佢哋即係喺即係一個先進嘅資本主義社會裏邊，佢哋提出嚟嘅一啲新嘅一啲策略。佢哋認為咧就係話，即係佢哋嘅策略應該同蘇聯東歐、同中國呢啲咁嘅黨咧係唔一樣嘅。嗱，咁由於佢哋嘅睇法好接近，所以當時咧有個名詞叫做歐洲共產主義。但係實際上咧就係好多唔係歐洲嘅共產黨咧都同意佢哋呢個睇法。嗱，另外咧，我想睇一睇咧，就係咩咧？就係蘇聯東歐3個最熱衷改革嘅黨，就係包括蘇聯嘅共產黨啦、波蘭嘅共產黨啦，同埋呢一個匈牙利嘅共產黨。嗱，你會發覺咧，就係歐洲共產主義喺70年代中期直到80年代，佢哋提出嘅一啲想法。好多時候咧就係已經係吸收咗，就係話即係資本主義社會裏邊嘅好多即係行之有效嘅一啲方法。譬如話佢哋強調就係工會要獨立，佢哋強調呢一個司法獨立，佢哋強調政治要多元化、要民主化。其實呢一啲咧就係全部係證明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裏邊全部係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裏邊產生出嚟。同埋咧，係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嘅發展咧，係起好重大作用嘅一啲嘢。嗱，佢哋好珍惜呢啲嘢，所以佢哋認為咧，就話即使佢哋當政，佢哋都要強調就係話要有政治嘅多元化、政治嘅民主化。嗱，咁我哋發覺咧，就話今日嘅蘇聯嘅黨、波蘭嘅黨、匈牙利嘅黨咧，佢哋喺呢啲方面咧，佢哋同西歐共產黨嘅睇法咧係好相似。嗱，雖然咧西歐共產黨嗰3個大黨仲係在野而3個蘇聯東歐個共產黨係在朝咧，但係喺幾個問題方面咧，佢哋睇法好接近。嗱，第一個問題咧就係大家都強調政治多元化，大家都強調咧就係政治多元化。嗱，政治多元化咧就係即係好簡單啦，就係話一個社會裏邊係有唔同嘅階層有好多唔同嘅組織一個社會裏邊有好多唔同嘅有好多人，有好多組織，佢哋有唔同嘅利益上面嘅要求。嗱，呢啲利益上面嘅要求咧，自然反映喺即係喺意識形態同埋喺政治嗰方面。即係意思即係話社會同埋經濟嘅多元化咧，一定係反映喺意識形態同埋政治嘅多元化嗰方面。嗱，所以咧就係喺呢一個西歐共產黨裏邊咧，
佢哋好明確就係話提出就係話佢哋支持多黨制，佢哋支持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裏邊咧係有多黨制。佢哋認為咧就係應該有反對黨，應該咧就係可以輪流執政，同埋佢哋強調一樣嘢就係話根本呢個共產黨咧係冇辦法係代表所有人民嘅利益嘅，呢個唔可能嘅。從來咧就係話對共產黨嚟講咧，佢哋強調一樣嘢，直到歐洲共產主義出現為止，佢哋強調一樣嘢就係話我哋係代表幾乎所有人民嘅利益。人民咧就係點咧？就係話所有唔係資產階級嘅人所有唔係資產階級嘅人就係人民我哋就可以代表佢哋嘅利益。既然我哋可以代表佢哋嘅利益咧，我哋應該係領導佢哋所有呢啲人民嘅嗰啲人民群眾嘅嗰啲咁嘅團體嗰啲群眾組織咧，應該由我哋去領導嘅。所以咧喺任何嘅社會主義社會裏邊咧，所有嗰啲青年團體學生團體工會全部係由共產黨領導嘅，甚至係其他嘅啲所謂民主黨派都係要認同共產黨嘅領導先至可以存在。呢一樣嘢咧就係咩咧？呢一樣嘢就係即係你會發覺事實同埋嗰個理論之間有好大嘅矛盾。理論上面就係話共產黨認為我已經代表人民嘅利益，我哋唔需要有其他嘅黨去代表佢哋嘅利益我哋已經代表晒。但係實際上咧對嗰啲人民嚟講咧就係話呢個黨如果你代表得好咁代表我哋嘅利益很好，但係代表唔到嘅時候咧，我就要即係自己做一個政黨。但係咧自己做一個政黨或者自己做一個組織咧，從來嘅遭遇咧就係被鎮壓，係好殘酷地鎮壓。喺今日嘅蘇聯，喺今日嘅波蘭同埋匈牙利嚟講咧，已經係出現一個好大嘅突破。意思即係話政治由於戈爾巴喬夫，由於其他嘅黨領袖同意政治多元化，所以容許咧就係有好多唔同嘅組織咧出現。譬如話蘇聯喺短短呢2-3年間咧出現咗數以萬計嘅組織呢啲組織唔係幾廿人嘅組織可能係數以百計、數以千計、數以萬計嘅組織甚至係啲政治嘅組織。可以咧，你可以睇到咧就係點咧？就話蘇聯東歐卒之有一個突破，但係中國仲未得。中國就係話嗰啲工人覺得呢個工會代表唔到自己學生代表唔到自己所以佢哋先至搞咗一個咩高校自治聯合會工人自治聯合會。但係而家咧呢一班人咧係被好殘酷地去鎮壓。呢一個政治多元化咧即係喺西方自然係即係西歐共產黨當然係好尊重啦。但係喺蘇聯東歐咧，而家咧你會發覺咧就係話呢一個已經成為一個大家都尊重嘅一個基本價值波蘭卒之喺今年咧係承認咗波共卒之係承認咗團結工會承認佢哋嘅合法化。雖然喺81年12月，其實就係短短7年幾之前咧波蘭團結工會咧係被佢哋鎮壓嘅。而今日呢一個Jaruzelski即係今日嘅做咗總統啦啱啱，今日嘅波共領袖Jaruzelski講句説話，佢話政治多元化對我哋國家係有好處嘅。而呢句説話呢，喺只不過係10年8年前呢，華里沙咁樣講但係佢咁樣講呢，佢就被鎮壓。你可以睇到呢，就係點呢？就係話即係你可以睇到就係話嗰個社會係一個好快速嘅一個變化。而呢個變化呢，當然同團結工會即係呢10年8年即係鍥而不捨嘅呢一種努力呢，係好有關係嘅。另外一樣嘢呢，就係西歐嘅共產黨，佢哋好強調一樣嘢，就係佢哋反對一黨專政。佢哋認為工人階級領導唔應該係等同於共產黨嘅絕對領導。佢哋將呢兩樣嘢分得好清楚。以前就係共產黨嘅領導就等同於工人階級，即係個領導個社會就等同於共產黨嘅絕對領導。但係佢哋認為呢，就係話點解我哋唔可以有幾個黨一齊去領導，甚至幾個黨都話自己係代表工人嘅利益嘅人一齊去領導佢反對一黨專政。而你睇蘇聯東歐呢，亦都係出現一個咁嘅一個變化，就話佢哋開始呢係就係點開始係放權譬如話喺匈牙利有多黨制，喺波蘭呢有團結工會，雖然佢唔係叫黨，但係實際上佢扮演黨嘅角色，因為佢好多嘅工會嘅領袖呢係而家入選成為呢一個當選成為呢一個國會嘅議員。咁佢哋呢就係卒之呢就係而家嘅匈牙利波蘭嘅黨呢，卒之係同意一樣嘢，就係話今日嘅黨呢已經唔係好似我哋過去所認為嘅係全能嘅、係絕對嘅、係永遠正確嘅我哋應該呢就係話容許其他嘅黨派同我哋一齊去競爭甚至呢就係點呢？就係話我哋應該將部分嘅一啲權力呢係其實係放權係交俾佢哋。呢一樣嘢呢就係當然體現喺團結工會即係掌握好多立法議席、立法機關嘅議席嗰度啦。
咁喺呢一個蘇聯嚟講咧，喺蘇聯嚟講咧就雖然蘇聯嚟講就佢反對多黨制嘅啊。頭先我哋講話政治多元化，但係戈爾巴喬夫佢唔同意多黨制。雖然佢唔反對波蘭同埋匈牙利有多黨，但係咧佢都係願意權力下放。譬如話佢最近舊年一連串嘅會咧，就將嗰班老幹部踢走晒啦。跟住11月咧就修改憲法。然後修改憲法嘅最重要嘅一條咧，就要喺今年3月26號咧就搞一次嘅選舉。修改憲法咧就係要搞一個全新嘅一個國會出嚟。嗱，過去嘅國會咧就叫最高蘇維埃，實際上係橡皮圖章嚟嘅。而家咧就係點咧？佢修改憲法之後咧，就出現一個新嘅國會，呢一個叫全國人大。而全國人大裏邊嗰2250個議員咧嚇，即係國會議員咧，有2/3係全民普選產生嘅，1/3咧用翻香港嘅術語講咧，就係功能團體產生嘅啊。所以其實你可以睇下呢一樣嘢，即係蘇聯俾香港搞民主政制，即係拗餐死嚇。190方案拗餐死，到最後都唔被接受嘅。190方案只不過就係要求50%直選，即係全民普選，50%咧係功能團體產生。但係戈爾巴喬夫咧一搞咗個新國會咧，即刻就有2/3係直選，全民普選產生，另外1/3咧係功能團體產生。功能團體意思即係話有750席係由某個黨嚇，譬如共產黨100席，青年團體有若干席，婦女團體有若干席，或者一間大學可能有1席2席咁樣啊。咁但係另外咧有1500席咧，就係將全國分成1500個選區，由每個選區嘅可能有10萬人或者幾廿萬人咁啦嚇，選一個人出嚟，同西方一樣嘅。嗱咁嘅時候咧，你可以睇到啦，就係話雖然佢未有第二個黨，但係咧佢係將嗰個立法權力過去咧就係根本點咧？過去個黨咧可以胡作非為，唔理嗰個立法機關係點樣嘅，最後反正都係橡皮圖章吸個人通過。但係以後唔得啦，以後咧因為嗰啲國會議員咧係由人民選出嚟嘅，佢要對嗰個選區嗰啲人負責。嗱咁所以咧而家國會議員嘅表現咧唔係好似過往一樣，佢係表現得好積極，佢一定係監察住鞭策住監督住呢一個執政黨嘅運作。嗱咁所以雖然執政黨到而家為止依然係共產黨，但係咧今後嘅蘇聯共產黨佢將一定唔會好似以前咁樣可以根本唔理你個立法機關胡作非為。因為咧佢要考慮咩咧？佢要考慮就係話我提交個工作計劃上去，唔知佢通唔通過喎，咁所以我好好地做喎。做完嗰件工作之後咧，又要寫個工作報告喎。咁樣可能我工作做得唔好咧，又要俾佢鬧，甚至俾佢彈劾喎。嗱喺咁嘅時候咧，做嘢嘅人咧自然會戰戰兢兢啦嚇。喺咁嘅時候咧，自然咧就令到共產黨咧係喺內部起一個變化啊。所以其實戈爾巴喬夫偉大嘅地方咧，即係好多人佩服佢啊。呢一點係好佩服嘅，因為其實共產黨成日都講就係話，我哋要透過自己自我更新嘅一啲機制去解決啊！我哋唔使你哋喺度嘈工啊！但係咧就係對西方人嚟講，或者對嗰啲即係同意西方民主嘅人嚟講咧，佢覺得咧就話權力會腐蝕人嘅，唔係你唔好，但係咧你有權之後咧，你可能會係真係會腐化墮落嘅，所以我哋應該有外邊啲人咧係監察住你。嗱，你睇戈爾巴喬夫，其實佢係接受咗呢一樣嘢。佢睇到共產黨裏邊有好多問題啊！佢睇到呢啲問題咧，唔可能透過自己更新去解決。佢好偉大嘅地方，佢踢走班老嘢啊！但係難保以後嗰班年輕嘅唔係好似老嘢一樣即係咁又貪污腐化啫嘛。咁所以咧就係話佢將嗰個佢淨開放嗰個政治體制，令到嗰啲人咧係重新掌握翻嗰個立法機關嘅權力。咁咧立法機關咧即係成日就 hold 住嗰個行政機關。逼住嗰個執政黨咧，就係話要即係佢唔可以亂嚟啦佢要好好地咧，就係話要即係好好地做嘢啦雖然個執政黨咧永遠就係共產黨冇人可以即係仲係挑戰佢嘅絕對權威，但係佢以後咧唔可以好似以前咁樣咧亂咁嚟啦。咁所以你可以睇到咧，就係話即係蘇聯嘅嗰個放權咧，雖然佢冇多黨制但係咧畢竟咧佢已經係有一個好重大嘅一個變革咁當然咧就係全國人大成立咗之後，跟住要選一個最高蘇維埃嗰個就大概有400-500人到，咁嗰個先係平時即係開會，即係真係要具體立法先係最高蘇維埃。咁但係畢竟咧就係2000幾人，即係呢2000幾人都係民選產生嘅時候咧，佢係有代表性，佢係對人民負責。咁所以佢哋選出嚟嘅最高蘇維埃咧，我相信咧起嘅作用咧，將會比過去咧係即係大好多。
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即係我哋頭先講幾樣嘢啦，政治多元化即係反對一黨專政。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政治制度嗰個民主化。嗱，即係我諗大家要清楚一樣嘢，就係政制嘅民主化唔等同於政治嘅民主化。好多國家咧嗰個政治制度係好民主嘅，譬如你睇南韓、台灣你睇新加坡，完全係西方民主政制，但係佢依然係有啲獨裁者喺度獨裁者日日都講民主，但係呢啲咁嘅政制依然可以為獨裁者服務嘅。咁所以咧就話政制民主化係當然我哋爭取嘅目標，但係唔等於就話我哋有咗個政制民主有選舉，咁就自然而然咧我哋就有民主啦。其實唔係咁簡單嘅，仲有一個政治民主化問題。但係無論如何咧，就係即係西歐嘅共產黨都希望咧，就話嗰個政治制度咧係要更加民主。咁呢個牽涉到咧就係話嗰個國家機關裏邊咧都應該民主化，譬如話嗰啲警察啊、軍隊啊都應該有一個所謂民主嘅改造因為佢而家咧可能係為少數嘅即係利益集團或者係啲即係嗰啲大嘅財團服務嘅嗰個軍隊國家可能唔係話真正為人民服務嘅，所以應該喺國家機關裏邊，喺人民喺軍隊喺警察裏邊咧都做呢一類嘅所謂民主化嘅工作。咁而同樣咧喺波蘭喺蘇聯佢哋都即係強調呢一個政治民主化。頭先我已經講咗蘇聯嗰個例子啦。喺波蘭亦都一樣啦。波蘭我諗大家如果有留意新聞，你會發覺最近嘅變化好大佢搞一個新嘅參議院出嚟，以前就係一個即係咩叫做即係 National Assembly 啦，即係全國人大啦有460席，然後跟住咧有一個新嘅而家搞一個新嘅參議院出嚟。嗰個新嘅參議院即係有兩院啦，而家有一個會有兩個院啦。參議院裏邊咧有100席，但係100席咧就公開㗎啦，就係話係全民普選嘅。咁而家咧有92席咧係團結工會嗰啲人立咗。咁另外咧就係下邊即係嗰下議院，即係個 National Assembly 咧，即係個全國人大咧就有460席，但係佢規定咧有161席咧係攞出嚟咧係俾其他黨外嘅人去競選嘅。咁有299席咧，即係接落嚟嗰299席咧就係 reserve 俾嗰個黨嘅。咁你會發覺咧就係話喺放開嚟選舉嗰161席裏邊咧，有160席咧又係俾團結工會立咗嘅。咁而家咧就係又整咗個新嘅一個位叫總統即係呢個係國家元首同埋一個即係可以委任總理，即係權力好大嘅，有外交有國防嘅權力，搞一個新嘅總統出嚟。而呢個總統咧係由嗰個新成立嗰個參議院、個上議院同埋嗰個人大呢加埋呢560人咧去選出嚟嘅。咁咧啱啱咧就係選咗出嚟啦，早幾日啫嘛就係卒之咧佢以1票Jaruzelski 1票之差咧就當選咗佢一票之多就當選咗，即係佢少咗2票咧，佢已經係唔當選啦。嗱，你可以睇到咧就係咩咧？你可以睇到就係話，即係畢竟今日嗰個蘇聯東歐咧，喺即係搞咗幾廿年即係好封閉、好停滯嘅局面咧，卒之有一個突破，有一個突破。而呢個突破咧就係即係象徵住就係話嗰啲反對黨或者嗰啲人民咧係重新咧係有一個 mechanism， 有一個機制。係可以影響嗰個政府嘅運作。今次咧團結工會咧就係本來咧，如果佢係真係要揾個人出嚟去做呢一個總統候選人咧，我諗佢當選可能性好大。但係咧就係我相信佢哋考慮到自己嘅實力同埋咧就話波蘭根本係亂七八糟嘅，即係俾你上到去咧，可能咧就係其實係好大問題嘅。咁所以咧佢寧可咧就係話係喺呢個階段未來呢幾年裏邊咧係繼續積累實力做一個忠誠嘅反對派。就係純粹就係監察住你嘅運作等你唔可以亂嚟就好啦佢唔想咧一下子咧就即刻去奪取嗰個實際嘅行政嗰個權力。但係無論如何咧，你可以睇到咧就係點咧，就係話卒之咧，本來喺共產黨統治嘅國家裏邊咧，本來就係話嗰個統治者同埋人民之間咧，中間咧係冇聯繫嘅佢成日話我係企喺你哋嘅嗰邊㗎啦，我係為你哋服務，我係為人民嘅利益着想嘅但係實際上咧就係話佢真係做一啲嘢係對你有壞處，係唔係為人民利益着想嘅時候咧，你根本冇一個辦法係即係去改變佢即係意思即係話嗰個統治嘅秩序，統治者同被統治者之間關係咧，同以前嘅社會係一模一樣嘅但係今日中國唔係今日蘇聯，今日東歐咧，卒之係一個咁大嘅變化。咁呢一個咧當然係一個政制民主化裏邊嘅一個好重大嘅一個突破。另外一樣嘢咧就係
牽涉到呢一個社會嘅民主化。嗱，社會民主化咧就其實就係指即係喺日常嘅工作單位裏邊嘅民主化。所以嗰啲歐洲共產主義嗰啲共產黨咧，佢哋強調就係話，即係經濟，譬如喺工業裏邊有工業嘅民主啊。喺不同嘅社會領域裏邊咧，應該民主。譬如話你喺間工廠做嘢，你應該喺個工廠嘅決策過程當中咧，應該有個民主嘅機制。意思即係話啲工人咧應該參與嗰個工廠嘅一啲唔係淨係做工啊，死做，而係話佢應該係參與嗰個決策，參與嗰個成個管理。佢對嗰啲譬如話教育問題啊，佢對嗰啲分配房屋啊、工資增長啊，都應該參與嘅，都應該有呢一個咁嘅參與嘅權利。嗱，呢一個咁嘅想法咧，即係話喺經濟領域、喺社會嗰個各個層次嗰個民主化呢一樣嘢咧，就係喺呢10幾年來喺西方、喺西歐係好重視嘅。佢哋覺得就係話單單有政治制度嘅民主化，我哋有選舉、有全民普選呢個唔夠嘅。應該就係點咧？就係話嗰個係上邊嘅嗰個 state institutions 嘅問題。我哋應該咧就係話喺社會，即係個 society level 喺每一個領域裏邊咧，都應該有個民主化。譬如話管理一間學校，咁當然學生就小學生根本唔應該管啦。但係大學生你應該俾個權，因為佢係就學者，你應該俾個渠道佢去發表意見，同埋影響學校嘅運作。咁呢一個就係68年學生運動裏邊一個好大嘅突破，就係校政改革。咁但係校政改革其實亦都係推動咗，就係話當時好多左派嘅知識分子或者甚至係共產黨咧，係希望推動進一步嘅喺啲工廠啊、機關啊、組織啊、公司裏邊咧係推動呢一個民主化。意思即係話嗰啲人應該係，就算你係僱員都好，你應該參與呢一個公司嘅嗰個決策制定嘅過程。嗱，呢一樣嘢咧就係佢哋好強調，咁喺蘇聯東歐咧，喺今日嚟講亦都係非常之強調。譬如戈爾巴喬夫講，佢提出一個名詞叫做社會主義人民自治。佢話唔應該咧就係點咧？就係話我哋無條件地乖乖地即係聽上面嘅話，應該咧就話每一個單位係有自主，每一個人咧係自治。應該咧就話每一個人都成為佢嗰個單位嘅一個決策人。嗱，佢希望咧就係嘗試用呢一樣嘢去解決，就係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存在嘅問題，就係話理論上嗰啲國營企業嘅主人就係嗰啲工人，但係嗰啲工人咧理論上就係佢應該好積極啦嚇，我係喺自己間工廠做嘢，我應該好積極，但係唔係喎嚇，佢係調翻轉係好消極喎。嗱，點樣辦呢？於是佢提出呢一個所謂工人自治、人民自治呢一樣嘢。嗱，呢一個咧就係牽涉到一個社會領域嘅一個民主化嘅一個問題。嗱，最後一個問題咧就係最後一點咧就係即係西歐共產主義佢提到嘅，就係佢認為咧就係應該即係嗰個黨咧應該係個性質要改變。嗱，對西歐共產黨嚟講咧，佢哋已經係改變傳統嘅共產黨嘅形式。傳統嘅共產黨咧就係先鋒黨，即係人民裏邊最先進嘅分子咧，先至可以被吸納成為黨員。但係今日嘅共產黨咧，已經成為一個西歐嘅共產黨，已經成為一個群眾性嘅黨。只要你同意個政綱，你就可以即係寫個表，好簡單嘅啫嚇，填個表，我見過啊，簽個名，咁你可以成為黨員啦。你中意可以入黨，唔中意可以退黨，好簡單嘅。佢成為一個群眾性嘅黨，因為佢點解會成為一個群眾性嘅黨咧？因為佢覺得就係話即係。佢唔認為共產黨即係一定要係喺人民裏邊咧，一定要有一個領導嘅地位佢認為共產黨咧只不過係人民裏邊嘅其中一個黨，甚至係無產階級、工人階級裏邊其中一個黨嚟而已所以佢反對咧就話佢黨領導一切。但係喺即係嗰啲執政嘅共產黨嚟講咧，佢哋依然強調一樣嘢，就係話應該係吸納嗰啲先進嘅分子先至成為黨員。但係當然咧就係話呢一樣嘢咧，我哋發覺咧實際上又係假嘅。實際上咧話就話先鋒黨但係實際上咧佢都係一個群眾黨，但係吸引到啲咩群眾咧？吸引到一啲咧就係想向上爬嘅一啲群眾佢想即係做官，佢想發財。如果你喺中國你想做官發財咧，你就咁即係做個體戶咧，你永遠上唔到去嘅。但係如果你入咗黨，喺黨裏邊向上爬，你就有機會做大官。做咗大官之後咧，你係有機會，你官越大咧，你係越有機會賺最多嘅錢即係中國大陸裏邊即係嗰個賺錢嘅多少咧，
同你嗰個權位嘅高低咧係有一個直接嘅關係嘅。啊，權位越高咧，你賺嘅錢越多。嗱，但係無論如何咧，你會發覺就係話，即係喺蘇聯或者喺波蘭呢啲黨裏邊咧，佢哋好強調一樣嘢，佢哋依然係強調就係話呢個係先鋒黨，但係佢亦都好強調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嗰個改革咧一定要係由個黨去領導，個改革一定要由個黨去領導。嗱，我哋頭先之前咧，我哋講到嗰個黨其實本身已經係遇到好多問題，但係佢哋亦都知道呢啲問題，佢哋我哋唔知道佢究竟點樣去解決。但係佢哋強調一樣嘢，就係話根本呢個黨而家目前嚟講冇人係可以取代到，唯一我哋能夠做到嘅就係希望咩呢？就係話嗰個政制民主化，希望呢就係話透過即係人民嘅監察，人民呢就係話即係掌握多啲立法權力，係令到呢嗰個黨，令到個執政黨呢係有所變化。嗱，咁但係成個過程呢，一定呢係要有人領導嘅。佢認為呢，目前嚟講呢，戈爾巴喬夫特別強調呢一樣嘢。佢認為目前嚟講呢，就係話，如果我哋想將呢一個立法機關係搞得好啲嘅時候，或者我哋想將呢一個政制民主化係搞得好啲嘅時候呢，我哋依然係要依賴個共產黨嘅。所以有好多人批評佢啦，佢話：喂，你又話要嗰啲人全民普選產生個立法，產生個最高產生呢一個全國人大，然後跟住選個最高蘇維埃，但係佢又做咗最高蘇維埃嘅主席喎。咁你話你將個權力放俾佢，咁你應該係點啊？你應該係最高蘇維埃嘅主席，你唔做啦，你又由嗰啲人去自己去選啦咁樣。但係佢好強調一樣嘢，佢認為呢就係點呢？就係話而家唯一有能力係即係控制到成個局面嘅係共產黨，同埋控制到共產黨嘅唯一嘅人呢係佢自己。如果嗰個即係一放開嘅時候呢，一放開咁有得啲人自己選嘅時候呢，佢驚住呢就係點呢？就係話嗰啲反對改革嘅人其實唔係民間主要係官方內部嗰啲人，黨內部嗰啲人。反對改革嗰啲人呢，可能咧係乘勢而起嘅。咁所以佢好強調一樣嘢，就係話我喺度先至係保證改革嘅一個最高嘅保證。但係呢一個咧，恰恰咧就係一個即係我哋成日講翻嘅一個好大嘅一個 dilemma 就係點咧？就係話究竟嗰個黨喺成個社會即係社會主義社會嘅發展過程當中，究竟喺今日嚟講不論係中共、蘇共波共、匈牙利共產黨，究竟佢仲係能夠扮演一啲咩嘅角色究竟佢係應該就係即係參與社會嘅所有嘅事務啊，定係好似戈爾巴喬夫所做嘅嘢，就係話佢只不過就係領導個改革，而佢唔會咧係實際參與個事務。佢係領導改革，就係話嗱，而家呢個係黨嘅方向，呢個方向係得到人民嘅支持，所以我哋應該堅持呢一個方向。為咗堅持呢個方向，我應該喺嗰個位究竟個黨將來係點樣發展呢？佢係好似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咁樣係參與所有嘅事務，定係好似蘇聯共產黨咁樣開始呢係脫離嗰啲即係喺嗰啲具體嘅啲瑣瑣碎碎嘅事務出嚟，而係純粹係處喺一個領導嘅地位，定係話點呢？定係話共產黨由於佢本身嘅好多嘅局限，佢一定要係覆亡佢一定要係打破、打碎咗，然後先至嗰個國家先有希望呢？咁我諗呢個問題呢，就係喺我哋即係喺目前嚟講係即係我哋應該即係關心嘅幾個最主要嘅問題。咁我諗睇翻即係西歐共產黨同埋睇翻東歐共產黨呢，即係對於我哋即係了解翻中國嘅嗰個國情呢，其實都係有好多嘅幫助。特別係呢，就係點呢？就係話你睇到西歐或者東歐共產黨呢，佢哋喺好多問題方面呢，其實佢已經比中共呢係前進咗一大步。譬如話佢哋同意政治嘅多元化，因此而同意呢，就係話政治嘅民主化。另一方面呢，就係咩呢？另一方面佢亦都肯定呢，就話既然社會上面有唔同嘅利益團體，咁自然呢又有唔同嘅利益上面嘅要求，我哋應該尊重呢啲唔同嘅利益上面嘅要求，然後嘗試呢就係揾出一個最好嘅一個協調嘅方式。但係對中共嚟講呢，佢依然係即係執着翻過往嘅教條，就話我哋已經代表咗人民嘅利益㗎啦有啲咩問題你可以同我傾我可以解決一切嘅問題。咁所以呢，就係你睇翻即係睇翻你比較翻蘇聯、東歐、西歐共產黨同埋中國共產黨，你又會發覺原來中國嘅傳統文化嘅嗰個因素呢，依然係有好大影響力即係法治學會可能好強調，即係喺傳統中國文化裏邊去揾一啲即係去尋根啦即係去揾出一個即係從傳統去揾出一個現代化嗰個道路。但係我覺得呢，就係點呢？就係話即係中國傳統文化的確有好多嘢呢係阻礙住中國嘅社會嘅進步。譬如話你睇蘇聯、東歐雖然佢哋係即係俾共產黨統治咗幾廿年，
但係你會發覺到咧，就係話佢哋對自由嘅嚮往啊，對人權嘅尊重，對個人嗰尊嚴嗰個尊重咧嚇，其實喺黨員裏邊又好，或者喺普通人民裏邊又好咧，佢哋同其他西方人、同美國人啊、英國人啊、法國人啊係一致嘅。就係話佢哋其實就係話嗰種即係西方文明啊，即係強調嘅個人嘅尊嚴啊、個人嘅價值、競爭嘅精神啊。其實多黨制就係競爭嘅精神啫嘛，唔係你死就係我亡啊。多黨制最重要嘅意義咧就係點咧？就話我同你嘅關係係一個對手嘅關係啊，我要打贏你，但我要打贏你唔係要當你係一個敵人。咁你下次你梗係希望係要打翻贏我啊，咁我就會驚啊嚇，咁所以我要力爭上游啦。咁所以其實係一個比賽嘅關係，但係中國人唔係啊嘛，中國人嘅關係就係一個敵人嘅關係啊。只要你唔同意佢，你就係一個敵人。嗱呢啲咁嘅嘢咧，就係自然喺傳統文化裏邊，係可以揾到一啲根據啊。你睇中國社會係咁嘅問題啊，一唔同意見咧，兩個老朋友咧可能冇朋友做嘅，自此以後啊。或者咧就係話為咗要做老朋友咧，做好朋友咧，於是明明係唔同意見咧，都係要壓住啊。但係西方人好簡單，唔同意見可以拗生死，拗完之後做好朋友。嗱好多你發覺就係話政治民主化嘅問題咧，唔係單單係要政治制度民主化，而係話政治民主化牽涉到咧就係話嗰個民主人格嗰個塑造。而我哋發覺咧就係話喺蘇聯東歐，佢哋知道咩叫民主人格呢一樣嘢，知道就係話咩叫個人嘅尊嚴、個人嘅權利。而我哋應該係要去爭取，你唔去爭取呢，根本呢就永遠呢個民主係冇希望。但係中國人有冇呢一種嘢呢？我發覺呢就話中國而家我哋講咗70年啦，五四運動70年，科學民主講到今日，我哋依然係要做嗰樣嘢，就係啟蒙。原來絕大部分包括香港人啦嚇，絕大部分人嘅人呢都唔知咩叫民主人格。如果你唔懂得唔懂得一樣嘢，就係話如果你唔去爭，如果你唔去好好地做好自己嚇，為你自己嘅權利、為你自己嘅利益去爭嘅時候咧嚇，咁你呢一個社會就算有個民主政制咧，呢個民主政制都依然係好容易係俾嗰啲獨裁專制嗰啲人咧係利用咗嘅。嗱咁所以咧講到最後，雖然我今日唔係講民主啊，但我覺得咧就係話。西方東歐蘇聯嘅嗰個民主化嗰個過程，雖然仲係好崎嶇、好曲折啊，但係佢已經出現一個突破。但係當然咧，佢亦都有好多問題，我頭先已經提過啊。但係睇翻中國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咧就話中國嗰個道路咧，唔好講話要去一個好康莊大道啊。就算去到今日蘇聯、波蘭嘅嗰個局面咧嚇，我相信咧仲需要等好長嘅時間。呢個唔係因為領導人嘅問題，而係中國人嘅問題。我諗我所講嘅就係咁多，多謝各位。